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让我们一同起立来敬拜我们的主。让我们一同从座位上站立起来敬拜我们的主。玛利亚献上那珍贵的香膏给耶稣，因为耶稣配得，耶稣也配得我们全然的献上我们的一切，毫无保留的来敬拜他。好吧，这时候跟你旁边的人说，让我们的敬拜只见耶稣，不见一人。让我们的敬拜只见耶稣，不见一人。好不好？敞开我们的心来敬拜主。在耶稣的脚前，谦卑屈膝敬拜，瞻仰主的容颜。在耶稣的脚前，安静留心聆听，等候主的旨意。在耶稣的脚前，放下一切挂虑，完全相信，完全交托。在耶稣的脚前，献上一切所有，毫无保留，我敬拜你。在耶稣的脚前，在耶稣的脚前，谦卑屈膝敬拜，瞻仰主的容颜。在耶稣的脚前，安静留心聆听，等候主的旨意。在耶稣的脚前，放下一切挂虑，完全相信，完全交托。在耶稣的脚前，献上一切所有，毫无保留，我敬拜你。在耶稣的脚前，放下一切挂虑，完全相信，完全交托。在耶稣的脚前，献上一切所有，毫无保留，我敬拜你。在耶稣的脚前，放下一切挂虑，完全相信，完全交托。在耶稣的脚前，献上一切所有，毫无保留，我敬拜你。毫无保留，毫无保留，我敬拜你。毫无保留，毫无保留，我敬拜你。哈利路亚！主，我们谢谢你，让我们可以来敬拜你，可以来赞美你。主啊，你赐下爱的福分，不是因为我们配得，而是因为你的慈爱与恩典。主啊，谢谢你完全的爱来爱我们。主啊，你何等的宝贵，你何等的宝贵。耶稣，你是宝贵，哈利路亚！你对我真宝贵。谢谢耶稣，你流宝血洗净我，你爱使我自由。我只想天天来赞美你，我只想要彰显你的名。主啊，我爱你。让我们跟主说，我要更爱你。我只想一生来侍奉
更爱你。耶稣你是宝贵，耶稣你是宝贵，你对我真宝贵。谢谢耶稣，你流宝血洗净我，你爱使我自由。我只想天天来赞美你，我只想要彰显你的名。主啊，我爱你。我们更坚定的跟主说，我要更爱你。我只想一生来侍奉你，我只想要荣耀你的名。主啊，我爱你，我要更爱你。我只想要天来赞美你，我只想要彰显你的名。主啊，我爱你。主让我们更爱你。我要更爱你，我只想一生来侍奉你，我只想要荣耀你的名。主啊，我爱你，我要更爱你。主啊，我爱你。主啊，我爱你，我要更爱你。主啊，我爱你。主啊，我爱你，我要更爱你。好吧，这时候我们再安静我们的心，在主的面前。弟兄姐妹，让我们的手放在我们的胸口上，我们再来思想主的爱。我们来思想他对我们的救恩，是他的爱，无尽的爱，来拯救我们脱离一切的罪，脱离一切的患难。然而我们因着忙碌，我们是否因着忙碌而忘记了他呢？忽略了他的爱，以至于失去了与主的连结与关系。好吧，这个时候弟兄姐妹，我们一同声的来祷告，求主来赦免我们的过犯，赦免我们因着忙碌而忽略了他。好吧，这个时候我们也求主将那火热爱主的心放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一起同声的来祷告，我们同声的来祷告，自己跟主来说，自己跟主来说，哈利路亚。耶稣你是宝贵，你对我真宝贵，你流宝血洗净我，你爱使我自由。耶稣你是宝贵，是求主加添我们对他火热的爱，这是我们求主你的爱再来吸引我们，我们要快跑跟随你。主啊，让我们不再被这个世界所吸引，而是被你来吸引。主啊，你的爱来浇灌每一颗心。主啊，我们的敬拜当中，主啊，我们要跟主你说，我们好爱你，我们好爱你。哈利路亚，你对我真宝贵。我只想天天来赞美你，我只想要彰显你的名。主啊，我爱你，主让我们更爱你，我要更爱你。我
只想一生来侍奉你，我只想要荣耀你的名。主啊，我爱你，主我爱你，我要更爱你。主啊，我爱你，我要更爱你。哈利路亚！主，我们谢谢你，这是我们恳求圣灵在我们当中来充满，更多的来充满我们。主，让我们不但爱你，也在所有的事情上，我们都要依靠你，都要认定你。主啊，让我们天天来单独的与你约会，让我们天天来读你的话语。主，谢谢你，谢谢你那么的爱我们。我要专心仰赖你，不依靠自己的聪明，在所行的事都要认定你。我要专心跟随你，不依靠自己的能力，在所行的路你的旨意。将你的话语写在经箱上，刻在心板上。主啊，我站立敬畏你。你是道路、真理和生命，走进你心意，献上一切。主啊，我尊荣你。我要专心仰赖你，我要专心仰赖你，不依靠自己的聪明，在所行的事都要认定你。我要专心跟随你，不依靠自己的能力，在所行的路你的旨意。将你的话语，将你的话语写在经箱上，刻在心板上。主啊，我站立敬畏你。你是道路、真理和生命，走进你心意，献上一切。主啊，我尊荣你。将你的话语，将你的话语写在经箱上，刻在心板上。主啊，我站立敬畏你。你是道路、真理和生命，走进你心意，献上一切。主啊，我尊荣你。献上一切，献上一切。主啊，我尊荣你。献上一切，献上一切。主啊，我尊荣你。荣耀的主，我们赞美你，你是道路、真理和生命。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们，将你的话语教训我们，刻在我们的心板上，成为我们的力量，让我们一生遵行你的诫命，直到你再来的日子。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好吧，我们一起拍手，将荣耀都归给耶稣。哈利路亚，谢谢耶稣。弟兄姐妹请坐，让我们安静心今天的主日。